其實咧，我早就有諗過咧，好唔好學人哋買翻架無人機，咁啊嗱，可以一路影住我行嘅路，即係高啲啦嚇，影緊我行嘅路，咁又唔使用手揸住部鏡，同埋角度都靚好多，即係高處望落嚟，咁啊係好玩嘅，但係變咗要孭多嚿嘢咯，上山。即係你如果為咗拍片，嗰啲 KOL 去一笪地方影段片嘅，咁就 OK 啦。即係我咁樣真係行嘅，10幾公里嘅，拎住架無人機，即係你飛得10零分鐘，全日你都要孭住部機嘅，其實影得個10零分鐘，咁啊實在冇乜意義。咁變咗咧，咁諗下都係唔買啊！咁就忍受住呢啲咁惡劣嘅片先。嗱，到咗鐵坑頂啦，睇下今日有冇人先。記得我年頭嚟咧，就有1個定2個人假期嘅，咁個都係星期日，冇人啦，成個鐵坑蛇嶺都冇人，又係大地在我腳下啦。咁啊，唔係喎，有個人喎，遠少少有個人啊，下邊 OK 喎，有人啊！嗱，嗰邊大帽山啊，遲早有一日有一次，我會喺大羅天嗰度上嘅。話你知，我從未試過，暫時。大羅天上雞公3大啊！哇！嗰邊嗰堆樓起到好高喎，年頭嚟都冇喎，肯定。睇翻年頭啲相先。好啦，繼續進發。